嗱，在了馬太福音22:37啊，讓人教導耶穌教説講，自家嘅一條心，善良一條心，一隻生命，一隻自家嘅思想，愛錫上帝。一天嘅法律啊，也係馬太福音22:39這樣講到，都係自家愛一條心相錫，係一個人類相錫，一個單殺人嘅。但係一個人類在世間嘅喺度，思想猛係講甲別人。兄弟都好，一套也未相爭，一套也未相吵，一套也未相感人，各對各。嗱，呢一陣咪嗱，因為冇上帝嘅愛，係講咗上帝嘅愛咧，充滿喺個心中度。唔係乜都達到角率，唔係相爭善家。嗱，自家兄弟姊妹一套也係三倍哩，一套也唔有火合，即係因為到各對各。相爭善家了上下，相爭財產了，且家各對各唔有和平，冇上帝嘅愛，係要上帝嘅愛，且家係相信忍讓，且家係相信忍耐，且家係和合咗呢。所以上帝講第一，自家心中嘅要上帝嘅愛嚟命令自家嘅生命中，阿門。